爱乐团的纪念主任，所以我来向大家报告甲献诗。阮爱乐团主要的服侍是每个月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礼拜的花语礼拜，以及第三礼拜拜六暗甘礼拜，礼拜开始之前的领唱。阮的练习时间是每礼拜六的晡4点半到6点，伫教会2楼。阮除了伫教会事奉以外，阮嘛较前通去中国医药大学老人安养中心，我伫个庆生会来做诗歌的分享甲见证。旧年底，我嘛甲教会圣歌队受到邀请，阮去到伫中央百货1楼的广场，伫圣诞节之前，阮做诗歌演出，所以我嘛积极咧增加更较侪学习经验，希望透过不同演出，互阮更加的进步，来对这其中了解阮的不足。来感谢教会的今年度聘请李老师来担任阮的音乐指导老师，透过老师的指导，互阮伫服侍顶面更较专业的成就。另外，教会3月中嘛开设一个爵士鼓的课程，是由阮爱乐团的鼓手重复来担任老师。我嘛希望当这个课程中来培养更较侪服侍的同工。伫去年，阮伫教会的补助之下，阮伫8月中，阮去到伫高雄的右昌甲武昌两间教会来观摩，透过参加伊伫礼拜中的敬拜赞美。互阮了解更较侪无共的敬拜方式，对阮的帮助非常的大。所以今年度我就安排一个参考，希望透过这个交流来提升阮乐团的成长。感谢着今仔这个过去对阮爱乐团的支持，未来也希望恁继续来甲阮关心带到甲奉献，来做阮成长的快乐。而且我嘛邀请咱平平这个拢来做伙唱歌娱乐上帝。我拢讲我是牧师的头号大粉丝，因为我每礼拜拢参加台语、华语以及拜六暗甘礼拜3场礼拜，所以牧师会讲道理，我若是第一届听无清楚，也是无了解，搁听第二摆，我就更较清楚，更较了解上帝，要透过牧师传统互我的道理。是安怎我会参加3场礼拜？上大原因就是唱歌娱乐。原本伫台语礼拜圣歌队的事奉，已经互我真正足快乐。后来搁加上拜六暗甘礼拜以及拜日的华语礼拜爱乐团的事奉，互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唱歌真正非常的快乐。所以，我嘛邀请兄弟，咱若是时间允准，咱拢做伙来唱歌，娱乐上帝。而且我嘛替圣歌队拍一个广告，咱的兄弟若是介意台语的诗歌，咱就介意圣歌队的服侍；若是介意国语的诗歌，咱就参加阮爱乐团的练习，互咱拢做伙来侍奉上帝，拢真做真正一个唱歌快乐的人。以上是我的报告，多谢大家。